小朋友可以免費食嘅 A5 黑毛和牛放題，銅鑼灣呢間放題簡直超誇張。先升級佢個湯底做呢個奈良海膽刷刷鍋湯底，打邊爐之前飲啖海膽湯，店員咧會成板海膽加落去煮嘅，簡直係鮮甜味蕾炸彈啊！呢度嘅和牛咧係用宮崎貴族之牛嘅 A5 和牛，香港咧只有呢間餐廳獨家食到嘅啫。肉眼西冷呢個油花你食到肥瘦一層層咁樣隔住，牛油嘅香味爆燈，但係又唔會覺得超級肥膩嘅嗰一種。隱藏嘅食法咧係再加菜落去打邊爐，啲菜咧吸晒海膽同埋牛肉嘅精華，每一條菜都好鮮甜。每人咧仲會免費送高質6件嘅壽司，大推呢度嘅拖羅同埋赤蝦有高級壽司店嘅水準啦。三文魚子壽司仲要係任叫噶，每台咧仲會送香雙蟹，食到好似去咗東京築地咁啊！海鮮咧有蠔、有基柱鮑魚同埋蜆，仲有任食嘅牛舌檸檬個口切爽脆，味道一啲都唔差。甜品除咗哈根達之外咧，仲有即叫即整嘅梳芙梨 pancake， 好鬆軟而且好有空氣感，食多幾件咧喺放題都唔會有負擔啊！你仲可以升級湯底做伊勢海露龍蝦湯或者棉花糖壽喜燒嘅湯底，非常高質嘅日式邊爐放題。想知點 book 位，立即喺下面留言，我會 DM 你 book 位嘅 link。中意記得 like and share，下條片再食過，拜拜。